这肉有青，这我土豆包，这好食呢。你看了不是讲凊彩啊，就是料好吃。我是毋是用上济？我只啊较大汉，唔惊人食。你看安尼，头一摆包水饺，会使内子也够加。我年会中到时你就会当包水饺。系啊，唔知有人敢食无？安对安对去。想袂到你领单的副业，事业第二春，这是高丽菜。我觉得我好像不用沾酱油，因为就已经很好吃了。对啊，这肉有青的，这我土豆包的。土豆包。番味1号。咸味会甜，这会使有囡仔食，这好食呢。招牌酸辣汤。这个就你看了不是讲凊彩啊，就是料。这就实在规碗拢料，安尼。规碗拢料。刚刚那里看景，好吃。刚刚这个酸辣汤上好啉，我食个袂记边有讲完，食个上认真。贡丸脆脆，好食。贡丸就好食。没有那种臭臭味，你拢足够劲诶！因为我足惊食迄贡丸有迄臭臭味。这有伫录影，你确定要讲出来吗？大家新年快乐，赚大钱，来食饱。